各位家長，歡迎你哋收睇言語治療線上學堂。我哋今次嘅主題係點樣幫助學生喺日常生活擴展詞彙。呢個主題我哋會分為上下兩集。喺呢一集，我哋會先講下學生學習詞彙嘅重要性，同埋佢哋運用詞彙嘅時候常見嘅問題。學習詞彙對於小朋友嘅語言發展嚟講非常之重要。當佢哋有足夠嘅詞彙，喺同人哋溝通嘅時候，就可以更加運用準確嘅詞彙，表達自己想講嘅意思。理解題目、段落意思嘅能力亦都會有所提升，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寫作嘅時候表達得更加準確。當呢三方面嘅能力都有所提升嘅時候，佢哋嘅學習能力亦都會顯著提高。小朋友運用詞彙嘅時候主要會遇見四大問題。包括詞類較少，以名動詞為主，經常用簡單或者空泛嘅詞語代表唔同嘅意思，未能夠就詞彙作出合乎學齡嘅解釋，同埋連接詞類別不足。跟住落嚟，我哋會逐一去探討呢四個問題。詞類方面，佢哋多數以名詞、動詞為表達，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少去運用形容詞，甚至係關係子句、副詞等等去作為表達。我哋睇下呢兩個對比例子。喺第一個例子，同學主要運用名詞同埋動詞作為表達。呢個女仔打籃球，呢個女仔拎住球拍。而喺第二個例子入面就會運用比較多嘅形容詞同埋關係子句。着紫色衫紮辮嗰個女仔打籃球，着粉紅色衫戴頭巾嗰個女仔拎住球拍。內容就會比較豐富啦。當學生詞彙量不足嘅時候，佢哋成日都會重複使用一啲簡單嘅詞彙去表達唔同嘅意思，而佢哋嘅詞彙種類亦都未能合乎自己嘅學齡需要。我哋又嚟睇下呢兩個例子。喺第一個例子，小朋友嘅詞彙不足，佢會以我有呢個車、呢個車同呢個車去稱呼呢三種唔同種類嘅車輛。而當小朋友有足夠嘅詞彙，佢就可以好明確咁表示我有救護車、消防車同貨櫃車。假如學生嘅詞彙比較貧乏，當我哋要求佢去解釋一啲日常詞彙嘅時候，可能會出現解釋面向唔準確或者單一嘅情況。我哋亦會留意到佢未有使用合乎佢哋學齡嘅詞彙。我哋一齊睇下呢兩個形容電飯煲嘅例子。喺第一個例子，同學會講呢個電嘅，有飯嘅，入面有碗。我哋會見到佢哋未可以利用電器呢一個類別嘅詞彙去準確形容電飯煲，亦都會見到對於入面嘅嗰個內膽嗰個煲佢會以一啲類似嘅詞彙，好似碗咁樣去作為形容。再睇下第二個例子，電飯煲係電器嚟嘅，用嚟煲飯。打開個蓋，入面有個煲，媽咪會加水同埋米入去。喺呢個例子，我哋可以見到學生可以準確利用到類別嘅詞彙，亦都描述到呢一個電飯煲嘅功用同埋佢嘅特徵。由呢兩個例子，我哋可以見到，當學生有更加準確嘅詞彙嘅時候，佢嘅描述會更加準確同埋豐富。最後一個常見問題嘅類別係連接詞類別不足。同學仔通常會使用比較多嘅時序連接詞，例如跟住、之後等等。相對嚟講就比較缺乏其他類別嘅連接詞去表達因果、轉折等等嘅語義關係。我哋嚟睇下呢兩個嘅對比例子。喺第一個例子入面學生主要運用之後呢一個嘅時序連接詞。小明喺度跑，之後撞到女仔，之後幫佢掉嘢食，之後請佢食士多啤梨。喺呢一個例子，我哋淨係知道成件事發生嘅時間順序，但係對於事件入面嘅一啲因果關係就冇清晰咁樣去描述出嚟啦。我哋聽埋第二個例子，小明同志軒喺度跑，因為佢掛住望返後面，一個唔小心就撞到琪琪，搞到琪琪啲蛋糕仔跌晒落地。小明幫手掉咗啲蛋糕仔入垃圾桶，但係佢見到琪琪好唔開心，於是就請返佢食士多啤梨，最後琪琪就開心返啦。喺呢個例子，我哋見到學生運用比較多唔同種類嘅連接詞，包括表達因果關係嘅因為、於是，表達轉折關係嘅但係，同埋表達時序關係嘅最後。
我哋可以留意到，當學生運用嘅連接詞類別比較多嘅時候，佢哋對於成個事件嘅因果關係，點解呢一個人物會採取咁樣嘅行動嘅描述呢，亦都可以更加清晰。睇完以上各個對比嘅例子，相信家長都會認同，學習詞彙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有非常重要嘅作用。喺下一集，我哋就會講下點樣可以喺日常生活利用生活中零碎嘅時間去協助學生學習詞彙。喺收睇下一集影片之前，希望各位家長先掃一掃畫面上面嘅二維碼，去完成咗呢一個課堂嘅小測試同埋問卷。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